讲古今故事是天地传奇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思峰。咱今日要讲的是泉州俗语故事《三人五目，过后无长刀卡话》。正在的婚姻啊，其实听从父表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也就是说，父母包办带退，唔能才看硬线。嘴唔能是苦嘴贪食，人说唔能嘴较好蕊蕊，三食过是较会甜。嘴唔能啊，嘴若好了，这辈说过来，迄辈说过去，说甲男女双方心斗斗，恨茫茫。因缘成就了后，唔能钱脱了，得食了，嘴切一行动，就无管你回工得落。才有一句俗语话叫做“嘴唔能是无包生家的”，有一管家小姐，人生甲也衰。16、17号就也侪人来了求亲，因老爸是一个做官的了，无做官的时阵想做官，做官了后想升官，要做官升官，得有钱有靠山，若是无。就是有满北经纶，一手好文章，也是豆豉煲未发家。这个管家小姐啊，因老爸想要将因查某啊，嫁当一个最大官的子弟，通攀高枝向上爬，所以唔能来求亲。因老爸定定是嫌东嫌西，唔是说人无做官，就是说人官做无够大。一直等小姐拉休满天报，不敌因缘休地道。小姐呢？小姐看到别人红灯死叫刚出门，家己的终身大事也无落顿，心里苦闷，嘴里阁唔敢做声，也就思想去后花园休千秋。一摆啊哦，无水里掠大意。刷去拔落来，目睭交着玫瑰花枝，一蕊刷清明。这阵啊，小姐的婚事就唔是别人来求了，反而就托唔人去求别人。虽说是官家小姐，不过拍脚话，要找一组男女双方皆满意的也好。乡下哦有一财主，因家生个正缘投，是一表人才。财主孤单伊这一个日，装水是正生正痛的，听个正越卡越手，打头正大，特别爱去做托精神。一摆啊，去卡牛港佚佗了，那在牛港地方死鬼公。财主家吸袂掉，刷去拔落来，骹骨去牛港打着，刷粉脆性的骨质。请棍头先生来接骨了后，刷变长刀卡，行路是摆了摆了，袂输咧高准哩。大汉了后啊，财主要甲因家扯亲情，毋过骹骨破手。说是有智人家哦，要找一组介意的，嘛无反过。一日啊，财主家卡马入城，说去官家人托的迄个唔人拄着。这个唔人啊，看见这个坐咧马顶的后生家，真心真情，五官端正，声是也好人挑，怎敢使得啊？就配啥人的千金嘛？唔人心里都在咧拍算，说看到财主家到一个酒楼门口落马，行路摆了摆了，行入去酒楼内面。哇靠！原来是一个白卡诶！唔人看了怨叹者啊。不过
雄雄已经想到一个，以前为酒楼门口等那个财主家出来，工人叫一只驴啊，倒咧财主家后壁，一直倒啊到财主家因乡里了。一探听，知影说这个是财主家，也无家人，就上门去找财主，是要讲官家小姐看红线。财主一听说官家小姐要来三天啊，欢喜啊，亲像天了过了个，一声嫌答应。那说好是好，还是得三对看者。到时这听我安排。财主听了连开说：“好好好好，等你安排，等你安排。”可袂煞现将人的小姐带入门，现变到有钱佮有势，唔能叫财主说好势了后，就搁去官家人厝来。这讲小姐找到一组好亲情，不过双方就对看者，对头若介意，才好相识。最乖的找有钱的大师配，我随对看者，嘛无过分，对头加好啊。不过男女授受不亲，无怎样对看，唔能那就说了。老爷你变还好，我自恋有办法。这个唔拿嘴好蕊蕊，北来几点子也袂少。伊会用什么办法来看正这条亲事？你有果有谎，自圆其说，专心离特呢？来听讲古人继续讲落去。观众朋友，唔能怎啊等因两个相见啊？唔能。过一个好日子，叫财主家卡买，按官府后花园小姐的水庄楼的经过。原本的厝哦，皆是平屋，连风宫都无塔楼的。有钱人也是做官的，大厝是规落落，楼都真后尾啊，起一座2层楼，等千金小姐住，叫做水庄楼了。但是五娘这出戏啊，就是五娘伫水庄楼思念顶下官人单沙，拄好单沙也思念五娘，卡尾按五娘老的经过，五娘则将泪枝求配，倒等于做爱情的新闻。唔人嘛爱看戏，会晓这个古典，就将小姐甲财主家见面的所在定伫水庄楼。小姐伫守楼顶里，看到财主家骑一只白马向而来，袂输单衫。财主家夹头看见楼顶的娘家，摕一块手棍啊，暗面半食半咽，袂输五娘啊。小姐哦，当然是按唔人的交代，摕手棍啊咧食面假排泄。事实啊，是咧食迄类排目的。唔人徛咧小姐边头，亲像猪高尖咧盘五娘上额。男女双方看了计真介意，共唔人点头。唔人看到安尼，就放下了。我共恁三定了，三人5目。过后无长刀卡话，偌侪唔人是无包身家的。财主家叫官家小姐，头壳是拄啊甲亲像过倒米，拄袂甜。亲事也紧就讲好些，男婚女嫁，洞房花烛，了却一切。小姐头到乌棍，做了新郎房了。听到有人伫来，脚步声起口起口，一声贵，一声低，一声重，一声轻。小姐感觉奇怪咯，
假是新郎官等人去灌烧酒，啉到空空颠。小姐好奇了，就将乌棍掏掀起来看见。新郎官都唔是烧酒醉啊，都是长得卡俩。小姐个大胆甲新郎官上车看见。明明见没顶的绿衣龙棍，像xuất边倒背呀！在主家抢了，要过来讨乌棍。讨乌棍哦，是结婚仪式之一啦，刷落去是啉交杯酒。小姐看见在主家抢了行过来，就将乌棍抽个条条。在主家行来就强将乌棍背杀。小姐赶紧将头壳拍落去。在主家心说小姐是咧假歹势，就过去吐小姐的嘴下刀，说：“牛的婢女来哦，我很凶了哦。”小姐赶紧跳起来，上手将在主家掐杀，嘴里喊说：“回来啊！”在主家这时候才看清楚，小姐原来是一个拍脚目的。不过这阵仔代志，给办掉得到了，叫苦后悔嘛无路用咯，只好隔日找人去将吴娘妈叫来。吴娘妈就说啦，吴娘妈说：“我明明讲明说，三人无目，过后无长得卡位，你唔是听得清清楚楚，这要来找我叫苦？我看喊咯，恁两个也唔通相起嫌，若无我这个吴人恁还一个娶无某，一个嫁无翁。观众朋友咱今仔讲的这个故事是民间传说，请全年的朋友唔通误会。好，咱今仔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